最近，中国媒体越来越多地进行宣传，以鼓励2020年大学毕业的汉族学生永远在西方定居。今年7月12日，中国媒体报道了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给中国石油大学新疆班汉族学生的信。习近平在信中呼吁那些大学毕业的汉族学生，在包括所谓新疆自治区在内的西部边境地区扎根。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根据维吾尔自治区为主的所谓西部地区援助项目，截至2019年底，根据为期2年的合同，在基层工作的39万2千名大学生中，有29万名汉族年轻人已经决定在边界地区永久扎根。但是，中国当局鼓励汉族青年在东突厥散扎根的时期，正是中国当局全面开展大规模任意逮捕。自2019年底、2017年初，包括在政府机构、基层和学校工作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在内的超过300万维吾尔人被当局关押在集中营。美国高级太空机构工程师、维吾尔政治活动家埃尔肯·斯蒂克博士说，当局目前正在采取一举两得的策略。一方面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另一方面改变东突厥散的人口结构。伊拉克土库曼阵线主席兼吉尔克库议员埃尔沙特·萨利希在其社交媒体页面上的一份声明中说，他支持东突厥散。土库曼领导人萨利希呼吁为东突厥散团结一致。他说，我们的东突厥散兄弟姐妹在中国的破坏下生活了很多年，我们无辜的土耳其兄弟无缘无故被关押在中国集中营。我们自由的突厥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以及我们所有人必须团结起来，以支持东突厥斯坦。台湾与美国国防巨子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了订购 F-16战机合同。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发表书面声明说，台湾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了订购90架 F-16战机的合同，在协议范围内到2026年为止完成此项计划。这一局势正值中国与美国关系非常紧张时期，引人注意。谷歌14日表示，在中国颁布港版国安法后，公司将停止回应香港当局索取数据的要求。谷歌表示，自港版国安法6月颁布以来，谷歌一直没有提供任何数据，并补充说，今后也不会直接回应这些请求。谷歌在电邮中说，与往常一样，美国以外的当局能透过外交途径寻求刑事调查所需数据。谷歌评估所有针对用户数据的请求，拒绝那些太过广泛的要求，以保护用户隐私。美国政治事务副国务卿戴维·黑尔前往爆炸后的贝鲁特港口视察，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本周末将抵达黎巴嫩，帮助黎巴嫩调查爆炸发生的原因。同时，他强调，黎巴嫩有必要控制边境及贝鲁特港口等政府设施，维护国家安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4日发生大爆炸，至今爆炸已造成至少171人死亡，6000多人受伤，另有30-40人仍下落不明。